继续来要看，伫咧中华八卦山野生的水鹿，即嘛是愈来愈多。宝山路早起又搁有车启动着水鹿的事件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不过这已经是六公内的第二件。伫公路就拄着一只迄水鹿，就一只冲出来，已经袂赴打动了，总来嘛袂赴的直接给弄落去啊。事故发生后，水鹿呢急往路旁的草丛跳离。 造成自小客车保险杆脱落，水箱漏水。因为日前呢，台74线周边呢亦有发生车辆撞击到水路的交通事故，警方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该路段应减速慢行。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这台轿车驶直直，路边煞有一只水鹿熊熊撞出来，还阁不哩大只。这个驾驶未负反应，就安尼落落，加在是无人受伤，车速嘛无真紧。 弄着了后，这只水鹿随爬起来，走入去边仔的树林内底。八卦山附近的车路已经发生过几啊届水鹿出现，或者是车无细致去弄着水鹿的事故。但是民众若是经过这个路段，都要较细致的，而且爱驶较慢的。